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咁對於 B.S 4年班嘅同學嚟講咧，就可能我都係幾陌生嘅，因為從來未上過你哋堂啦。呢個都係有對我嚟講係少少嘅遺憾啦。呢4年裏邊咧係冇機會咧係教過呢個 B.S 4年制嘅同學，但係其實你哋呢度應該係有59至60個同學啊，60個同學，我每一個名都識嘅。因為今朝早我啱啱主持咗一個考試委員會，就係通過60個同學嘅成績，咁所以每個同學咧我都睇過嘅，所以我係識晒你哋60個同學。咁呢個第一樣啦。第二樣咧就係話喺呢4年裏邊咧，你哋嘅課程主任咧，其實不時咧同我講起關於你哋嘅學習情況。無論係有啲開心嘅嘢啦，唔開心嘅嘢啦，有啲咩困難咧，亦都會同我傾。咁所以有好多同學嘅名咧，雖然我未見過啫喎，但我就聽都有幾多次嘅咁嚇。咁所以咧，雖然好陌生，但亦都咧係好熟悉嘅。咁對於呢一個 B.A 課程咧，我就更加咧係有好大嘅親切感啦，因為好多年前即係好多年前嘅事啦，我哋開始去設計呢個課程嘅時候咧，咁我都係有份參與嚇。咁然後咧，到而家個課程呢4年裏邊一路喺度進行緊嘅時候咧，因為我自己都係負責學院裏邊嘅所有幼兒教課程嘅，咁所以一路咧我哋都同你哋嘅課程主任啦，同埋導師啦，同埋我哋系裏邊嘅主任啦，同埋其他同事咧，都好緊密合作咁樣去將呢個課程希望做得更加好啲嚇。咁今日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，唔單止係對我哋呢60個同學，對於香港整個幼兒教育界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，因為係香港第一次有一個4年制職前嘅課程嘅學生畢業嚇。咁我哋就先鼓掌先。咁呢個大日子咧，其實我哋香港幼兒教育界咧就已經咧係企喺度望咗好多年㗎啦。咁我最近咧就見到有好幾位校長同埋機構嘅代表，佢哋見到我咧就好開心咁笑，好滿足咁話俾我聽，我請咗你哋2個 B.A 同學，有啲就話俾你聽，我請咗你哋4個我哋機構，不知咁開心，好似執到寶咁。咁我就話你好啦，我 ECLC 只係請到1個啫。咁可知道咧，其實我哋對於 B.A 同學咧真係有好大嘅期望。咁我希望咧，大家喺嚟緊呢一年啦，你係作為一個初入職嘅老師啦，帶住一個 B.A 咁高嘅銜頭咧，我哋都係要好好地、好虛心咁，同我哋每間校裏邊嗰啲有經驗嘅老師合作，向佢請教嚇。咁希望咧，你哋能夠咧好好地體驗一下作為一個老師嗰個生活，同埋作為一個老師各種嘅承擔，同埋你喺做實習嘅時候有啲咩唔同。咁希望你呢年裏邊有啲咩問題咧，都可以翻嚟我哋學院揾翻我哋嘅同事同我哋傾嘅，我哋一定咧係會支持你嘅。仲有希望你過完呢一年啦，或者最多2年之後咧，就翻嚟咧就再繼續讀我哋嘅 Master 嘅課程嚇。我哋嘅 MA 課程咧，而家係有好多選擇嘅。除咗幼兒教育之外咧，亦都有好多各種嘅課程，肯定有一樣啱你嘅。咁所以咧，就大家都應該記住嚇，即係做嘢咧就我諗第一年好緊要入職嚇，真係俾心機去適應呢一個新嘅生活，然後咧慢慢計劃你將來嘅路點樣走，你預備係選擇一個乜嘢嘅生活，究竟係你會想做一個前線老師啊，抑或你希望做多啲關於一個研究啊？你希望讀多啲書咧，咁都可以好好地諗一諗嘅嚇。咁無論如何咧，我哋 I 嘅大門咧就為你打開嘅，隨時歡迎你翻嚟同我哋去傾偈，或者再翻嚟做我哋嘅學生，甚至翻嚟同你哋啲師弟師妹傾下偈，幫下佢哋，等佢哋知道你哋嗰個學習嘅歷程。同埋你出嚟做嘢嘅時候經歷咗啲咩嘢，更加希望咧，如果喺你服務嘅單位有你啲師弟師妹去實習嘅時候咧，請你都幫佢一把啊，令到佢咧，好似你當年
有人幫你咁樣啊。咁我知道咧今日咧就應該好多人都會上嚟講嘢嘅，咁我咧就唔阻咁多時間啦。咁再一次咧係恭喜我哋第一批60個畢業嘅同學，祝你哋前程錦繡，希望你哋咧係多啲翻嚟我哋 IED，多謝大家。